3、2、1，嚟啦！哦，邊個？冇人嘅？嚇？冇人嘅？冇人。啊！打笑滾我，I'm on fire！我 feel 到佢應該驚我哋，到依家都唔敢嚟。咁我諗佢應該都係即係可能秘密練兵。係啦。咁我哋要大家一齊夾計去，即係呃佢哋，即係唔係同我哋平時咁樣嘅。我哋扮乜都唔知道，或者阿成你講俾佢聽都冇所謂。Hello。幹嘛？就是昨天不是说嘛，我很不幸的抽到了与你们做对手，今晚回家赶快练第二首歌，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比赛了。哦，紧张啊！不要紧张啊，一起加油！不要紧张的。好，今天下午排练加油，我要听你们唱。其實今集嘅對手係我哋，好開心真係啊，真㗎，真的，沒有騙你的。你問下晴晴啊，真係啊，不可能。真的，你的對手批評的手是他們，哈哈，和今天兩個手。Well done, good job, yeah. 真的，这是天堂鸟。你们都脸好整我们，可怜。还是蛮担心他们皮。没关系，因为他们是快歌，是慢歌，然后我们慢歌其实改变的东西蛮多，还有蛮丰富的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各有各的优势。所以这一集呢，就是天堂鸟第一次进入待定的这个阶段，好好准备第二首歌 ，OK？首先有請嘅係他他為大家演唱《酷愛》。無論怎得罪，你說我是負累，如讓我等了死去了無情追，從前話天再放我是誰，你這一種無淚，前夜一起睡，你卻胡亂只經講出口，你怕受罪，完全忘記往日為何凌晨仍照我犧牲。感到我對愛情越死心，很高興好心敷衍一下卻逼親的親吻，我們這結局太不幸，分不出真假的愛恨，無謂我太過懂得點心，我孤在這個世界得到教訓，真心信任，命中怎麼愛着你永遠。拿什麼心腸？我對你嘅信任，如若你很相信我這人做失，你會知愛情獨於悲傷，怎惡心可不改掉？心上場，共你已逃向多少分盡頭晚上，一轉頭，前面後要把你掌。為我對愛是死心，很高興很想敷衍一下卻逼真的親吻，我們這結局太不幸，分不出真假的愛。難道我對愛太過痛不忍心，我負錯這個世界得到教訓，總相信人，命中怎麼愛着你為人？無謂我把對白獻手心，很高興。
不死，一說非真的親吻。我問你，全部隨不分分，隨着這啱不睡的我。我同你生活在這個世界，得個教你知當相信有，連觸等我愛着你有。唔該晒他他，跟住落嚟有請佢哋嘅對手 BOP 天堂鳥為大家演唱《幸福摩天輪》。天荒地老流連在摩天輪，在高處凝望世界流動，失落之處仍然會笑着痛。人間的跌宕，默默仍鬆綁，生命似流連在摩天輪。幸福處隨時聞到星空，經歷之處仍能與你互擁，彷彿遊戲之中忘掉輕重。追趕高驚險的程度要位高這份，為什麼不怕的低多僥倖，跟你共同面對時間流逝。怪世道佛高佛低心激與膽戰，去建立這親厚關係。沿途就似意外的鬼，多得你陪我搖曳。掂啊！第三 round 嚟咗一個組合大戰，他他大戰 BOP， 好好睇啊！呢 part 係咯，而且我覺得真係好 party feel 啊，人齊啊，主要真係我好驚喜，今日BOP 天堂鳥交一個咁嘅演出出嚟，你哋將呢首歌無論從編曲到你哋到最終喺呢個舞台度演繹出嚟，我覺得都係完全咁反擊咗之前對你哋嘅疑問嘅。多謝多謝多謝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如果你話與成首歌嘅難度演繹難度而言咧，今日他他嘅演繹咧，即係呢首酷愛咧，一定係會佔上風嘅，所以好難揀。唔該晒星航老師。睇翻現場啲觀眾有啲咩講啊嚇？我不是一塊扣肉就話啦。
天堂鳥成員之間好有默契啊！加油啊！你哋好得啊！咁啊，蔡志恒就話啦，今日他唱的歌就好有學生 feel， 完全換成另外一對組合，愈強愈強，非常完美嘅一次演出啦。他今日嘅演出咧，難度好高。點解你哋啲 ad lib 咧，即係一個唱主音，一個唱 ad lib 嘅時候咧，點解你哋唔卡拉唱咧？即係我唱1、2、3完咗之後，你先 A B C， 即係之後我4、5、6完咗之後，你先 E F G， 咁樣會大家可以好多啲嘢睇啊嘛，同埋知道邊度去 focus， 因為人咧好少人係可以同一時間留意兩樣嘢喎。我講緊睇喎，聽更加難啦，所以你哋要重新考慮過呢個戰術啊。阿 BOP 咧好聰明，你哋玩清場。跟住兩個又係個側邊度 Jabberwocky， 咁基本上咧，你呢個 get 咧，其實已經殺晒人㗎啦。好同意 Hanjin 嘅講法，今日你嘅清唱係打破咗人哋講嘅嘢，但我希望你哋3個咧組合一齊唱嘅時間係多啲，尤其是跳係個氣係唔夠嘅。你睇下猛都係跳緊嘅時候，一定係3個人唱，即係互補大家個唞氣啊同埋個不足嘅。唔該晒肥媽。你哋一路喺度點評咧，我又行前一少少咧，咁啊遮咗天堂鳥啊！佢哋一直瞓喺佢隔離嗰個朋友嗰度，咁樣裝。咁我就問佢啦：天堂鳥？佢話：我話邊個啊？中間嗰個。邊個啊？係咪中間嗰個啊？係啊。嚟打個招呼啦，有禮貌人哋話中意。Hello。明啦嚇，係天堂鳥中唔中意？Tata 中唔中意？都中意。咁啊，所以話呢一場嘅對決咧，其實就好似我哋阿蛋蛋 CSK 呢位現場觀眾發喺我哋大屏幕嘅嗰個意見一樣。呢一組唔單止係男子組合同埋女子組合之爭，都係男 fans 同埋女 fans 之爭。男 fans 就覺得哇掂啊 Tata， 女 fans 一定話BOP 得啦。究竟邊個 fans 多啲？即刻嚟投票咯嘛！我哋嘅星級評論員，首先你哋投票。我其實頭先講漏咗他一樣嘢，張敬軒唱呢首歌咧係一種渴求嘅東西，但係佢哋咧，我聽出咗你沒有好結果嘅感受。呢樣嘢係讚美嚟嘅。哦，咁佢哋有冇好結果？經過咗長時間嘅思考，我發覺原來我出門嗰陣已經揀咗㗎啦。你做咩啊？身材又唔係好，企度做咩啫？你企度同人哋坐度冇乜分別。你唔覺得我企埋喺天堂鳥就係4人組合嘅咩？你個哇！真係好笑啊！大家笑下唔該，1、2、3。天堂鳥組合嘅經理人，你係支持邊個啊？天堂鳥。天堂鳥，10票。我都唔知講咩好。投他嘅頭先啦，唔該。我同你兩個講緊嘢啊，即係投俾他嗰個頭先啊！你唔好投直，他。有啲人係要激㗎。咩啫？我投咗他。他。我肯定你哋兩個拍緊拖咯。10比10，陳美人老師。他咧，難度好高，但係 execution 咧做出嚟嘅效果咧有少少欠佳。天堂鳥咧難度冇咁高，但係效果真係好好。所以今日因為係個比賽咧，賽事結果咧一定係天堂鳥，唔代表你哋唔好。天堂鳥10票，即刻評論員投票已經結束，暫時領先嘅係天堂鳥。跟住嚟現場嘅咁多位大眾評審，請投票。好接近下嘅，最後尾天堂鳥同他之間嘅對抗，天堂鳥166票，他157票，獲勝嘅係天堂鳥。今晚第3隻全球8強嘅金咪，BOP天堂鳥。
其實每一屆咪王咧，我哋要多謝嘅人好多啦，多謝觀眾啦，多謝 sponsor 啦，多謝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啦。但係有一班特別嘅朋友要特別多謝嘅。首先，希望大家俾啲掌聲，企咗咁多場嘅我哋嘅幾位和聲老師，俾啲掌聲佢哋，辛苦晒。跟住落嚟，仲要特別多謝嘅，佢哋係由吳建培老師領銜嘅咪王樂隊。